千百亿的法则。什么呢？叫做千百亿法则？若不思没办法，性本如空。我们呢不思万法，那个性就跟空一样。跟这个所有宇宙虚空都一样。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我们一念的思量，念头起心动念，在思，这个思量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叫做变化。思量恶事呢，化为地狱。我们思量坏事的话，就变地狱；思量善事呢，就这个化为天堂，就变天堂。毒害，化为龙蛇；慈悲呢，就化为菩萨；智慧化为上界；愚痴呢，就化为下化。自性变化甚多，我们自性的变化很多，迷人呢不能醒觉，不能反省，不能察觉，念念的起恶，就念头都是起恶。那么常行恶道，一想念头恶行为就会恶。唯一念善智慧即生，只要